时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北市各中的运动场，甲这个 PU 的跑道，已经用10多年了，拢已经破旧旧了。地方的代表向教育部争取经费1000多万，要来帮忙改善，师生拢真期待。 而且它已经这样了啦，塑胶跑道晓晓，佮补甲一搭一搭。沙鹿北市各中的跑道甲运动场用10多年啊，校方烦恼讲，学生伫使用上有安全的顾虑。那我们每一年都会编好几万块的经费去做局部的翻修，但那个都无济于事。地面的 PU 到整个防水都是需要再做改进的。 学校地下室健身房嘛是学生真接使用的所在，不过大部分的器材拢生成甲未用之啦。为了这个代志，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甲教育部争取差不多1300万的经费，为了改善跑道甲运动场的问题，同时要将这个设备拢换新。体育署表示讲，等学校提报相关的计划了后，会核定补助预算解决校方问题。这个工程估计上紧年底就完工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